31节说，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眼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哈利路亚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他殿中一起来敬拜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了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很有喜乐来敬拜你的神。哈利路亚！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，一起来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了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了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到行走全地来报好消息，宣告上帝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已经得救了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5章30到31节说，有一大人又来找他，并带来跛脚的、失明的、残疾的、哑巴的和许多患其他疾病的人，安置在耶稣脚前。耶稣一一治好他们。那群人看见哑巴会说话，残疾的复原，跛脚的走路，失明的看见，都非常惊奇，也都赞美以色列的上帝。耶稣叫我们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很体贴这一群人，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，现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会在路上晕倒。”是的，主，就是这样，这么怜悯我们、爱我们的上帝，他也是医治的上帝，他更是放下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上帝。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这个很奇妙的上帝，我们一起来开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主，我们献上赞美。主啊，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
主啊，这就是你要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来与你更靠近的日子。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主啊，你让瞎眼的得看见，饥饿的得饱足，灵受伤的主啊，你就让我们得医治。我们要献上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宇宙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我们继续来赞美他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灵，高举了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灵，高举了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拍掌，将荣耀献给在天上的父。是的，主，你是行神迹的神。主啊，你是赐下你的爱的神，你是拯救我们脱离苦难，用那无私、深不见底的爱来带领我们的神。就如同那圣经里面说，主啊，你真的好爱好爱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要在你的殿中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作为我们感谢上帝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圣经里面说，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神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心想造我，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是主，你的恩典就如繁星一样多。主啊，你对我们爱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你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爱了。这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1书4章10节。让我们更多的再来体验、感受上帝那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今天要所叙说的话。圣经里面说，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。
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是的，主，你了解我们每一根头发，你都细数过。是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做对做错，你都一样爱我们，愿意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。这是你的恩典，这是你的慈爱，这是你的信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赐下恩典，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恩典时刻。谢谢主，同心合着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姐妹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经历，我们要认识，我们要感谢这位时时爱我们、体贴我们、赏赐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5章36到38节说：拿起那7个饼和几条小鱼，感谢上帝，擘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又分给群众，大家都吃，而且吃饱了。门徒收拾剩余的碎屑，装满了7个篮子。吃饱的除了妇女和孩子，有4000人。我们感谢主哦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？是一个赏赐够用恩典的、得胜有余的、恩典够用的主哦。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你想想看，在礼拜天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可以感恩的？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所赐下的每一种，可能是患难，但是这个患难是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慈爱，他的供应，可能是很顺遂，让我们感受到这位神这位恩典的主，他时时刻刻保守我们。我们刚从鹿港回来哦，感谢神一路保守我们哦，开车没渡孤哦，让我们一路平安回到这里哦，就可以准时来服侍来敬拜，来感恩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，每一时刻都是恩典的时刻，我们开口来感谢他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的恩典，赞美你的慈爱，赞美你以自己为赎罪祭，使我们在错的当中能够有回头，能够有回转的机会。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，赞美你的供应，赞美你看见我们的需要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使我们在缺乏当中有足够的恩典，足够的怜悯，足够的慈爱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知道我们缺乏，主，你知道日用的饮食，就赏赐给我们。主耶稣，你是看见我们需要的主，你看见这些群众3天了，他们的食物缺乏了，但是你更看见是他们邻里的需要，你看见的是我们需要你的救恩。透过这些神迹奇事，只不过是要让我们更认识你，说你是无所不能，你是施行神迹，你是赐下恩典的主，并且你所赐的恩典是够用有余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用心的体会每一个呼吸，每走一步路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唱歌赞美你是恩典，我们可以看你的话语是恩典，我们可以听老师在教导是恩典。让我们细数你的恩典，细数你的慈爱，细数你的供应。
我们真是满心感谢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祷告，一起来寻求，一起来渴慕你的同在，这是恩典。因为有多少人他们在战火当中，他们不方便一起像我们这样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时刻，感恩我们可以开口来赞美你，来寻求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刻。谢谢主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凡事谢恩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，Amen。是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、充充满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，阿们吗？那我们再一次用副歌来感谢我们的上帝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，按你心想造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颗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，恩典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，爱你心想造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里面说，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神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是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渴望经历上帝你那丰丰富富的慈爱。是主啊，我们渴望我们可以站在你那个需要我们的破口当中，去成为那福音的代言人，去成为那看见这世界需要，去成为那上帝你合用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的爱来带领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再次与上帝你对齐，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主啊，你就使我们心得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来敬拜你。我虽面对苦难，却不丧胆，因你使我心肠得享平安。我虽遭遇患难，却不绝望，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我虽经历试炼，仍有盼望，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。我虽面对挑战，心仍坚强，因你赐下神灵，使我心更勇敢。我心渴慕你，生命救主，吸引我靠近，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。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
靠你，复活救主，谁软弱无力，神灵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道路。我虽面对患难，却不绝望。你是我心上的香平安。我虽遭遇患难，却不绝望。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我虽经历试炼，仍有盼望。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。我虽面对挑战，心仍坚强。因你赐下神灵，使我心更勇敢。神主啊，我心渴慕你，我心渴慕你，生命救主，吸引我靠近，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。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你，复活救主，虽软弱无力，神灵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道路。神主啊，你是我们心中的盼望，你是引领我们走每一步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我们要敬拜你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信心的盼望。我要定睛仰望，仰望你荣光。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信心的盼望。我要定睛仰望，仰望你荣光。你是我的力量，信心的盼望。我要定睛仰望，仰望你荣光。来宣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力量，信心的盼望。我要定睛仰望，仰望你荣光。我心渴慕你，生命救主，吸引我靠近，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。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你，复活救主，虽软弱无力，神灵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道路。
们道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引领我们是用你的光，用你的生命。主啊，你是用真理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感觉这个被引导，我们感觉不孤单，是因为主你的爱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体会你的爱，因为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。主啊，甚至于主，我们回顾我们过去一个礼拜，回顾再往前一点，或者是甚至此时此刻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其实是难过，我们的心是挫败，我们的心是懊悔，我们的心是委屈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这一切负面，人说负面的情绪，是主你给我们的礼物，因为你要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下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仍然定义，主啊，你给我们情绪是召回我们来真实面对自己，以及在你的面前我们打开我们自己。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即便我们常常误解你，你早就丢弃我们，你早就不理会我们。即使我们任性甩门而出，不想理你，但主你仍然定义坚定的爱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不管在哪里，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来祷告，不管现场或线上，或者是等一下在线上，或再等好几天，主你招那个需要的人，主啊，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恳求你圣灵，主啊，都进驻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此时此刻你的爱让我们心激励起来，激动起来，主啊，让我们心再次活起来。我们好久没有那个感觉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有时候是麻痹的，我们有时候像石头的心一样。主，谢谢你今天晚上再次用你的爱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主啊，你再的都在我们的心唤起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再次活起来。就像主你已经复活了，主啊，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主啊，你管定了。主，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今天晚上，主，我们的心交给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此时此刻，我们要来用神的话语，恳求神来光照我们。神很爱我们，别人不知道，或许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状况跟情况，以至于现在这个人这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迷路了。12月还没到，但已经迷路了。主他再次用马太福音来告诉我们，最近我们都在读马太福音。我不知道咱会感觉很奇怪不？这4本福音书讲来讲去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啊，可是差很多啊，差很多在哪里呢？马太福音是第1本马太福音。如果你知道马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哇，音乐牧师真的今年的感受特别深啊！这些写作马太的人，神的门徒，我才知道讲他是什么种人，是因为上礼拜有牧师有介绍一部这个影集《天选之人》，在 Netflix， 伊就是用马太福音做角度，以马太福音的角度，然后那个马太啊就出现了，才知道讲马太这样够人玩。真正你不知道哇，够人玩了。他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，马太就像是亚斯伯格的人，就固执的，不知道要怎讲伊，
总是他从马太福音，他竟然看到耶稣是一个王。所以咱有读迦南之声，就知影讲音乐牧师给伊的名叫做神选之王。伊是一个王，安怎的王？伊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上帝国在这地上的王。所以马太福音他所写的角度就是一个王，这个王是要来拯救的，这个拯救者叫做弥赛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活在上帝国里哦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所作所为要符合上帝国的国法。我们有2个身份，一个是台湾国的国民，一个是上帝国的国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守台湾国这个国法，阿们吗？不守法，你用抓去关啊啦！看你要试看卖无？千万不要试试看。上帝国呢？上帝国有国法，上帝的国法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所作所为，如果我们受洗了，我们成为神上帝国的国民子民，我们就要守法。守法有什么好处？每个红抓去关嘛，对不？啊，安尼尔吗？平常行尸走肉啊，这样是上帝国子民的喜乐吗？盼望吗？这是福音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福音不是只有病得医治哦，那个只有讲到一点点哦。那信主了，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上帝国里面，我们愿意俯伏遵行神的国法，以致我们所做的能够合神心意，像主祷文所讲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安那你的旨意在城，在地里亲像在天里，这个才是福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是刚信主洗礼而已，就是这个是好消息，还没哦60分呢。如果我们要70分的福气，80分、90分，耶稣有说，凡是愿意遵行我旨意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亲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用这个眼光，恳求主来光照我们。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中活出上帝国的福音啊？我们活出那个福音，我们才能够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哦。好，预备哦，来，请。耶稣召集群众到他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。那从人嘴里进去的东西，不会使人不洁净；那从人嘴里出来的，才会使人不洁净。”后来门徒告诉耶稣，法利赛人听见了你这话，很不服气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等一下我们再读。但是今天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听，要明白。从嘴巴进去的不会使人不洁净，但从出来的为什么不洁净？因为经过你的心啊。你的心有没有讲那个不合神国的、不合福音的？如果你说了，就是不洁净，就是不洁净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被神来洁净，特别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被主光照以后，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神。可不可以帮我按下一页？我这个好像不能用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来读哦。好，耶稣回答：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植物，都要连根拔除，不要理他们吧。他们是瞎子在做向导，瞎子给瞎子领路，两个人都会跌进坑里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我们要听，我们听了以后要去行。我们不要这个信一半，以为我受洗了，我就其他不做，不按照神的心意做，那就可惜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不要做瞎子，因为我们活出来，我们也可以领我们的家人、弟兄姐妹，使我们成为明亮的，我们就成为光，我们也成为盐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到神的面前，恳求神来光照我们，一样一样来哦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跟他一样，一步一步的哦。我们的所作所为，主啊，有没有让神的圣名被这个污染了？神的圣名给侮辱了呢？如果有，求神来赦免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，我们能够走神国的国法，让我们所做的合神心。我们开口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你是爱，主啊，你是光，主啊，你照亮我们，主啊，你再再的告诉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，主，我们实在是有许多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受到害怕的，主啊，甚至我们在这个害怕当中，以致我们就顺服了那个恶者，主，我们自己也成为那恶者，主，以致我们得罪了你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真的是被你洁净之后，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也被你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真是知道主啊何为善，真是知道主啊何为你的公义，主啊，真是知道主啊你那拯救的计划里，主啊是完全的，主啊不是只是我们受洗归入你名下而已，主啊，以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主啊因着相信你，主啊因着主你与我们同行，主我们就不怕那恶者，主我们就不怕人的眼光，我们只单单来仰望你，主，使我们在忙乱当中，主在一些很紧急当中，主我们不会忙乱无章，主啊，因为我知道主你必要引导我们，主我们单单仰望你，免得我们错过了你的引导，我们跟错了人，主啊，特别跟错了那像瞎子一样的人来引导我们，主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分辨何为善，主啊何为恶，主啊何为你的心意，主何为主啊是来自于恶者谎言的，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带领。谢谢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名为圣，主啊，你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属你的子民，主，我们就全心来跟随你。在这个跟随的路程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被许多的声音，或者是我们所看见的假象，以致我们远离了你，以致我们走偏了那个真理的道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你的圣名，主啊，你来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主啊，就是走那正道路，就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活出神子民、神国民的那样子的身份，符合主我们是你儿女的身份的，主啊，跟你儿女的身份是能够称配的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成为光，成为盐。主，因为属你的儿女们，主，我们要跟随你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你。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挫折过程当中，你每一次都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你是信实的主。当我们到你的面前认罪时，主啊，你就赦免我们，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愿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属神的儿女，神就是要来祝福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肢体有时候人越来越老，
我们就身体越来越衰残，这也是一定的哦，这是自然的现象。但是我们在身体衰残、失去平衡的时候，神是要我们起来，让我们起来来祷告，来经历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来读神的话，请。耶稣回答：我奉差遣，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。那女人一听见这话，就在他的脚前下拜，说：主啊，请帮助我。耶稣说：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。那女人说：是的，主啊，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呢。于是耶稣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好大啊，照你所做的，给你成全吧。他的女儿就在那时候好起来了。阿们。神有这么大的权柄啊，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啊，说了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很多人都不能明白，这位主何以说人是小狗这样来比喻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啦，那赶来看字面的意思那样啦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比喻呀。但是耶稣真真实实讲说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还不是属于你的，但你有信心，你就求吧，你就跟神求吧。要不要？有牧师讲说要不要是上帝的代志啊？求不求是谁的事？我的事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来求吧。而且在我们求的当中，我们的心是一次一次被炼净，尤其呢信心哦，不是身体上健身房而已，我们的信心也会经历那个健身房，一次比一次更用，愈来愈用。神要我们求，但他没有说求了就一定会好，没有。但神的命令是什么？你就求，你就祷告吧，你就推墙壁，推。我的教授就说过，他在美国一个青年，那个20年前神跟他讲现在不止20年了，叫他推他们家那个院子里面的一个那个亭子的墙，推了20年，那个墙都没倒，就起耶。他就跟神祷告说：你不是叫我推吗？我都没有倒。有一次神跟他讲，20年之后才跟他讲，我叫你推，但我没有跟你讲说要推倒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求吧，我们就求吧。我们神没有说你求病就好，没有。时候到了，神的时候到，你不顺服神吗？有时候一个人很累了，时候到了，我们不要说只有求啊主啊，他如果没有复活没有起来，主啊我就跟你没关系，拜托千万不能这样求。但我们只要尽责求就对了。要不要好起来？神没有说你求就好起来，没有。但你求我就回应你，回应什么？我在这里。回应你什么？你就是继续求，因为我要你是推而已，没有叫你推倒，我叫你求而已，没有说你求他就好。因为在神的手中，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吗？我们为这些有需要身心灵有需要的朋友家人，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当中立志长老在医院，还有秋恒长老，还有我们所如果不知道吕美惠姐也在医院，还有如果我们知道的，知道名或不知道名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名神知道。我们有这个信心吗？我们不求神不会说都没人退救我都不该就好，不会。但我们求的人就有份。刚刚叶牧师已经讲了，你求神让你的信心就经过这个，更是加添给你信心哦。我们开口来为这些你所知道的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看见人的需要，主啊，你就怜悯。主啊，你要我们看见人的需要，主啊，我们就到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有份于这个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起来同工。主啊，我们要跟他一起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我们要一起来经历。主，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恳求
求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被你所坚固。主啊，每次我们所代求的这些人的人名，主你都知道。主啊，或许是主我们知道所大家知道的荔枝长老，还有秋红长老，还有吕美惠姐，主啊，还有许多主啊，你所在意的主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名，但主你知道。主啊，此时在线上的主啊，此时在教会里面，或者是主我们有听到的主，我们提他的名来祷告的主啊，你都在我们的当中。主你就要来医治临到主啊，特别是让人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说主啊，敬畏你的你要来看顾。主啊，仰望你慈爱的人，主你要救拔他们脱离死亡。主啊，饥荒时你要保留保护他们的生命，保护那敬畏你的人，那仰望你名的人。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向你倾心吐意，将我们最真实的面向带到你面前。主，你深知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一个活在这世上，而是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因着有彼此成为肢体，我们才得以完全。主，这完全是在你应许当中的心意。主，你要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更是看见那更大更美的福分，是为主你而活，是站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而活。所以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好像在祷告中不断在操练，使我们这个信心的器皿从原来很小，从可能一杯水都装不下，但是我们因着与圣灵你来同工，我们就不断的被扩张，我们就在圣灵的当中。主，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肢体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要在真理中得着自由，要在自由中得着信心，要在信心中被扩张起来，被建造起来。主，你让我们所领受的，主啊，不是那奴仆的心，而是儿女的位分，而是儿女的产业，而是儿女的看法，而是儿女的继承。主，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。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深知，如果我们是不认识你的，那我们真的是死定了。即使我们认识你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死定了。但是我们不只是死定了，我们在死后还有一个应许，还有一个祝福，是我们要与主你来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主，此时此刻，我们为每一个我们看见在 LINE 里面、在 FB 里面、在各样社群媒体里面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身心的疾患，他们心里面的病痛，他们灵里面的失落，主，我们都要交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亲自的来看顾，因为主你说你要带来的是平安，你要带来的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灾祸的意念。你要以你的平安来取代恐惧。主，你说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，一个信仰群体追求完全的时候，一切的惧怕就要离开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，但我们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活出平安的生命，我们要活出平安的祝福，是从你所领受的赐福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用我们今天的祷告，主要安慰许多的人，此时此刻心灵忧伤，身体病痛，为人担忧，甚至现在最终的。主啊，你说你要我们回转向你，你要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我们就活在这个旨意里面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继续，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。耶稣和门徒来到加百农的时候，有几个征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，问他：
你们的老师付不付圣殿税呢？彼得回答：当然付。彼得进屋子去的时候，耶稣先问他：西门，谁向这世上的君王缴纳关税或人头税？是本国的公民呢，还是外国呢？你的意见如何？彼得说：是外国人。耶稣说：那么本国的公民可以免税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冒犯这般人。你到湖边钓鱼，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拿来，打开它的口，你会发现一个钱币，这钱足够缴纳你和我的圣殿税，你就拿去给他们吧。哇！神迹奇事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阿们吗？神让我们在这地上国有天国身份，我们一定会遇到冲突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两难的情况，而那两难的情况，神给我们智慧，阿们吗？神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，阿们吗？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全世界各国啊，非常需要神来看顾。在每一个城市里面，我们所知道不知道的比较有名的以巴冲突，还有乌克兰的战争，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。我们这次3天去研习，我们听到了，跟我们同桌好多位我们的台湾的宣教士，在那个我们连名字我都没听过的地方宣教，特别是医疗的宣教，我很感动。那里内战是非常的多到数不清，他跟我讲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谁，但神知道。所以国与国、民与民、人与人争议跟征战的那个困境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！特别台湾，使我们在安全的时候就赶快起来服侍神，我们能够同心合意，宣扬主的福音，活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这个身份啊！求神来唤醒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归向神。大自然，我们真的是不只是摇头，起来祷告吧。总统的大选，物价飙涨，暴力横行，毒品，你看光一个毒品，网络的网红吵得沸沸扬扬的，怎么都没有人为了重要的事情讨论，可是就是为了这些事，可见这些事情困扰着年轻人。求神来帮助性骚的议题，各方面神所知道，我们就开口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台湾这个国家，这个土地，主，你要用你的真理，主啊，你要来带领引领我们，指引我们。主啊，在台湾能够行在主你的真理当中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神你派天军天使在台湾的这些领袖，特别是主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起来守望。主啊，你的儿女们若是没有办法做好的见证，主求神你怜悯。主啊，你也唤醒他们。主啊，让他们真的是能够醒悟过来，让他们能够知道神儿女的身份。主，来听见主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国家，特别国与国之间那个征战，主啊，主啊，在人说了，真的是我们听不懂，我们也听得心慌意乱。但是主啊，唯有你的真理，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真理在每一个国，在每一个人，主啊的当中。主，我们将这些冲突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让我们就来依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这世界掌管者，主啊，你是宇宙的王，你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配得敬拜，配得尊崇，配得赞美。你满有智慧和能力。地上的国度因着人的有限，人的一己之私，充满着争议，充满着国与国之间的对立。但你是我们的大君王，一切的权柄、国度、荣耀、颂赞、智慧、救恩、大能大力，
尊贵和感谢都归于你。你悦纳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我们用生命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圣灵的火浇灌下来，点燃你儿女的心，高摩我们的敬拜与祈求。主啊，愿你裂天而降，降临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，使天连于地，地连于天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地，好叫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。荣耀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台湾人民心中，叫一切执政掌权的满有属天的智慧，与主同行，为百姓筹划，爱民如子。我们宣告，我们的同胞要归向你，单单属于你。风和浪都听命于主耶稣，剧烈的天气、昼夜的温差变化，也都听命于主耶稣。愿荣耀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也保守这些现在内战中的这些宣教士。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们特别把它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你断开我们生命中的重恶，断开凶恶的捆锁，为着你的国度，愿你复兴我们。我们这样子同心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最后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神，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是磐石，在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胜过它。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，你在地上所禁止的，在天上也要禁止；你在地上所准许的，在天上也要准许。一切都要变成新的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不是将来。不是这个启示录说新天新地而已，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年都会是新的。明年迦南教会也会是新的，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者，来引领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同心来寻求上主的心意。新选出来的长子特别需要求神来带领，也弟兄姐妹要一起跟他们来经历明年教会的计划跟预算同工，能够同心。弟兄姐妹灵命更新啊，让我们有宣教的热忱。我们从祷告来开始哦，也为我们3位牧者，我们将在青埔恩高227的教会，我们也要来开拓新的教会，因为这是神的信的神的心意啊，神是信实的，也带领我们哦。我们起立开口，我们来为教会，神所设立的教会，每一个你所知道的教会，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，主，我们具体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是属你的儿女们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要我们专心来信靠你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主，不论做什么事，要以上主你的旨意为依靠，主啊，我们要遵照主你所给我们的指示，主，我们走在主你的正道上，愿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主，不管如何，我们人在哪里，在哪一间教会，主，我们都是属于你的，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，主，我们就是要合一。主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努力，主，我们一起要看见台湾要被复兴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奉你的名，主啊，我们来祝福凡属你的教会，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主啊，特别是迦南基督长老教会，主啊，这58年来，主啊，你怎么样子起初呼召你的儿女们，属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出来，从那个舒适圈出来，主啊，在这里建立迦南基督长老教会，主，这样的心事也要在成就明年2024年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们3位牧者，主，我们也一起随着你的旨意，主，我们要到青埔的地方，主啊，你在那边也要做新事，主，你的教会，凡属你的教会的，主啊，每一个你所爱的，愿意跟随你的，主啊，愿意尽心尽力服侍主你，听从主你命的人，主啊，我们都要合一的心，因为主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心意就是要使台湾这块土地，主啊，充满主你的话语，你的真理，主啊，你的福音要遍及台湾，成为一个福音的宝岛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欢呼喜乐。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
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胜利旌旗，我们称谢你。是我神，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胜利旌旗，我们称谢你。是我神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。是我再出来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。是我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称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神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赐福的源头。凡有信心来寻求你的，你必为他们开门，你垂听他们的祷告，你应许他们的呼求。神，你是那么慈爱，那么信实，按照你的心意成就让我们以为美的事，让我们以为困难的事，让我们以为顺遂的事，都在神你的掌管当中。谢谢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神的心意，属主的想法，让我们为主的国度愿意被摆上，让自己成为活的祭。这是一个群体，就是我们同样在上帝国度里面成为愿意摆上自己成为活祭的群体，让主你来使用，不管是在哪里，借着你所拣选的神选之人，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国度，成为扩张你国度的管道。愿你来赐福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赐下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、你的医治跟你的供应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经历你，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耶稣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。我们彼此来祝福，神的平安与你同在。